从自己的频道的社群点按社群，进去找这个要搜寻歌曲的哦，有歌曲名称前面加井字号，然后在社群发布贴文。社群贴文发布以后，你看有超连结功能。现在要按那个第十项人声。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，影片资料库目录。哦，内容丰富啊，善用这个全球的资源啊。那如何把它加入这个播放清单呢？按那个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要找那个时间短的哦。影片时间短的才是歌唱啊，长的哈，那个是节目呢。通常是按找上面的就好。这个好像也不是歌唱的呢。这里如果找不到歌唱的呢，再另外搜寻，点按那个放大镜那个按来搜寻。来了，点按那个右上角，有没有一个放大镜？那个叫搜寻了，也搜寻过日日春了。那搜寻呢？人生已经有人搜寻过了吗？井字号加上歌曲名称，人生，你看，那可是也是一个频道啊。歌唱的啊，来点按画面的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第2项，等它显示出来，来勾选第2项，然后按完成。这个就是影片加入播放清单的操作了。